弟姊妹，大家平安。咱的早祷甲咱的敬拜，特别开始，请咱大家安静心，备办，咱要甲上帝来相拄。愿你的心甲灵，拢互上帝来掌管，互你的祈祷成做别人的祝福，也成做家己的祝福。咱宣告荣耀的上帝。 伊的灵伫遮，甲咱三角伫地。咱伫遮敬拜的时阵，上帝灵就来保护咱、看顾咱，互咱伫遮有平安、有喜乐，同时也保护、看顾，袂当来到教会遐软弱、有病痛的兄弟，当领受上帝平安的祝福。 要开始进前，做伙来祈祷。天父的爸，上帝，阮感谢你，阮感谢你，阮阿乐你，因为你的名是堪得阿乐，因为你的名水无比。主，我要用祈祷来到你的面前，我要用感谢入你的院，因为你是阮的上帝，你是帮助阮的主。 你是阮的关台，你也是阮的山寨。我们仰望你，我们祈祷你。主啊，感谢你赐了早起的时间，互阮会当往你祈祷。愿你赐了祈祷安尼稳定，成做每一人的祝福。互阮祈祷的时阵，充满主你的圣神，充满主你的气力伫内面。就特别帮赞，若有心内忧伤的。 若有重担的，愿当心伫遮祈祷的时阵，我们得到安慰，我们得到透放。愿将阮下面早祷会时间、甲敬拜时间，恭敬交托伫你的手。愿咱的祈祷感恩，拢是奉靠主耶稣你的名来求，阿门。主听我祈祷，主听。 咱来看一个经文，帖撒罗尼迦5章16甲18节。我相信这是真侪人所熟悉的经文。咱做伙来念：着常常欢喜，着祈祷无煞，凡事感谢，因为这个是上帝伫基督耶稣恁的旨意。来欢喜，咱嘛读一摆。 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保罗先生甲咱讲，叫咱来常常喜乐。兄弟姊妹，你敢有喜乐？阿门。有人讲阿门，就是你真喜乐。若是咱无喜乐，要安怎？咱就要常常祈祷，甲咱的主求。 主啊，我真软弱。主啊，我无喜乐。主啊，我有重担。所以讲，咱就要常常祈祷，不住祈祷。华语是讲不住，随时随刻。你可能上班的时阵、骑车的时阵、做任何代志的时阵，都是不住祈祷。而且爱凡事谢恩，凡事谢恩。 咱是毋是有凡事谢恩安尼的心甲态度？若准讲咱无凡事谢恩，每一项代志拢献上感谢的心，咱的心永远袂快乐，嘛袂喜乐，坐伫遮嘛袂快乐，敢若会当成做一个有名无实的基督徒。所以这三节非常的好，常常欢喜，着祈祷无煞。 凡事感谢，因为这个是上帝伫基督耶稣恁的旨意，伊爱咱欢喜，啊，搁祈祷，搁感恩。所以这个时阵下面咱要来为咱家己来祈祷。才有5个祈祷是5
固定的祝福，为咱家己的灵命，为着咱家己的身体健康，为着咱家己内在的性命，为着咱家己的工课服侍，为着咱家己的人际关系。特别第三项，为着你内在性命刚强起来，祈祷非常重要。常常咱甲人做伙的时阵，因为别人的一句话、别人的一个眼神、别人的动作，你就受伤。所以，咱的内在性命刚强起来有重要无？有。但是咱来靠什么人刚强？靠咱的主。所以，咱来为咱家己祈祷。你有软弱，你有病痛，你有无够格的，咱拢上帝来祈祷。咱做伙开嘴。哈利路亚！主啊，我们伫你的面前来献上祈祷，来由阮家己来祝福。主啊，恳求你帮助阮，有一个坚强的灵命，互阮的身体健康来服侍你。哦，主啊，互阮的内在性命搁愈刚强。主，阮嘛要为着阮家己服侍献上祈祷。主，你是阮的主，你是帮助阮的上帝。我们为着阮家己的人际关系、阮的需要献上祈祷。哈利路亚，主啊！当阮开嘴的时阵，你就来帮助阮。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搁较深的祈祷伫面前，这5项，你会当一项一项为家己祈祷。咱无着急，为着这5项慢慢来祈祷。是主耶稣，感谢你赐了祈祷的权柄。这样好的礼物，愿意来接受，阮愿意常常来使用。主，我们特别为着阮家己的灵命坚强，搁较坚固来献上祈祷。主啊，阮无爱做一个无小无灵的基督徒。主啊，帮助阮每一个拢互主的灵来坚固起来，互阮爱追求，爱听主你的声音，爱认捌真理。主啊，恳求你来帮助阮有健康的身体。互阮有健康的身体来跑走天路。主啊，阮嘛要面对人甲人的关系，也是甲厝内面的关系时阵，常常有软弱，常常疼心无够，常常家己气力无够。主啊，恳求你来赐福阮，帮助阮，互阮的内在气力会当刚强起来，互阮靠着主耶稣常常喜乐，靠着主耶稣得胜搁得胜。主啊，阮嘛要为着阮的工课。愿每一人的服侍献上祈祷，主帮助阮的服侍是互主欢喜，会当主你荣耀的器皿。主啊，帮助阮的工课会当荣耀主你的名，使了教业稳定，互阮的工课会当伫每一个所在服侍的时阵，拢对迄个所在有帮助。主，互阮甲人的关系实在是有好的连结，因为主你是疼的源头，你要将疼放伫每一个人的心内，互阮甲人有彼此相疼的心，因为彼此相疼，互人认出阮是你学生。主，愿你祝福在座每一个兄弟拄则的祈祷，将这祈祷成做一个新的祝福的开始。愿咱的感恩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你的名来求，阿门。主听我祈祷。主听我祈祷，主听我祈祷，恳求你听我求，主听我祈祷，主听。所以，咱来过来看一节伫诗篇有2段吼，咱做伙来念。耶和华的目睭看过敬畏伊的人，看过望伊的慈爱的人。诗篇34篇第7节。耶和华的使者伫敬畏伊的人会四围阵营来拯救因。是咱若是仰望敬畏上帝，上帝伊就来保护咱。当然，咱爱也专心倚靠伊。那么专心倚靠伊的时阵，咱毋通失了信心。同时，上帝赐了祈祷的权柄，爱咱替家己祈祷，嘛爱咱替别人的祈祷。
所伫线接，咱要来为着白厅中的兄姐来献上祈祷，为着咱身躯边软弱的兄姐，咱的酒保来有你的内面，你会当献开来提名，特别为着咱未信主的兄姐的家庭，然后你的朋友，你已经替祈祷足久的，你会当继续替祈祷，相信上帝有一天伊会做工，带领因成做上帝的囝儿。为着咱教会还未归主的，咱拢开嘴做伙来为这两项祈祷。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听阮的祈祷。主啊，愿你医治喜乐伫阮的内面。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耶稣，主耶稣，愿将还未归主的兄弟，搁一摆仰望你的手。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听我祈祷，主听。所以，咱要来为着咱台南这个登革热的疫情，会早去控制现场祈祷。咱无爱搁活伫这个惊吓内面，咱竟然互一只小小的蚊安尼攻击。咱的上帝是万权能的上帝，咱爱搁较侪祈祷兴起伫咱的环境内面。咱嘛为着流感这病毒季节转换的时阵。咱嘛求主来保护咱的百姓。第三，咱为着以色列甲巴勒斯坦这个两个国家的战争会当早日恢复平安来祈祷。咱也看到新闻的影片内面，看到迄两个国家实在真可怜。遐细囝毋知要走去佗，伫战争的下面，实在互人感觉真毋甘。所以咱做伙开嘴来为咱所关心的事祈祷。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啊，我们恳求你赦免阮的罪，互这个登革热的疫情早早来离开台南这个所在。哈利路亚！主啊，主啊，我们宣告你的平安，你的意志要进入台南这个所在。主啊，互阮恢复阮平安徛起的环境。主啊，互这登革热会当早日受到控制。主啊，特别为着这受登革热感染的兄弟姊妹、甲百姓，恳求你医治怜悯因。互因无身体无受到有大的攻击，主啊保守因，看顾因。主啊，伫这个季节转换的时阵，在流感在歹时阵来帮保守阮无受到感染，互阮有健康的身体来抵御这些流感的危险。主啊，阮嘛恳求你，伫这两国的战争内面，主啊，你赐落和平，赐落平安伫内面。主，你将这个平安放伫内面。恳求你的手来保护因，看顾也伫战争的百姓，互因早日脱离这危险甲战争的惊吓。主啊，恳求你也帮助这领袖早日会当来谈判，早日恢复平安和平会过去的。主啊，帮助您，帮助您，愿你掌管伫这个内面，愿你掌管这个内面。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愿你怜悯这两个国家的百姓，是主耶稣，愿你怜悯这两个国家的百姓。阿门。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所以，咱要为着咱教会来祈祷，咱为着咱这个 PPT 所拍的这三项，为着咱的教会有咱的区长、牧长咱的牧区小组长团队为着咱的12月29的中职改选现场祈祷为着咱兄姐伫属灵的性命，搁较追求真力为主传福音。
第四，为着咱7个幸福小组，求主感动 Best 来认捌福音归五主。咱有7个小组，7幸福小组咧进行。检查你无时间会当参与幸福小组，但是你会当为因祈祷，为因来祝福，为咱的福长来祝福，为咱的同工祝福，特别为着 Best 会当认捌福音来归五主来祈祷。咱做伙开嘴，为着这3项来祈祷。哈利路亚！主啊，我们将阮的教会献上祈祷，恳求你搁较济来赐福阮的教会，互阮的教会建立一个主你所欢喜的翘少顶面。主啊，求你帮助阮的牧者、阮的牧区小组长、阮的团队首长，拢有合一的服侍伫这个内面，互阮的教会受坚固，互阮的首长、阮的牧者、阮每一个服侍者，拢伫主的平安内面来服侍你。就是阮将阮10月29改选用伫你的手，恳求主赐落阮的智慧，互阮知影，阮要做选出主合你心意的种子。哈利路亚！主要是阮嘛要为着阮的兄弟姊妹，伫阮的属灵的性命，搁较追求献上祈祷，愿主帮助阮，互阮有坚固的灵命来为主来传福音。主，阮祝福阮7个幸福小组，互每一个小组拢真为主做工，每一个幸福小组的成员来到教会，来到小组内面，会当领受福音，真做主你的囝儿。哈利路亚！主，感谢你，感谢你。主，听我祈祷。主，听我祈祷。主，听我祈祷。恳求你听我求。主，听我祈祷。主，听我祈祷。听我恳求的声。咱来为着咱谢牧师今仔日2顿的讲道来祈祷，求主帮助咱兄弟姊妹有谦卑较无的心来领受。求主赐落合一谦卑服侍伫咱每一个团队内面，咱做伙开嘴来祈祷。哈利路亚！主，恳求你来祝福阮的牧师、谢牧师，互伊今仔日所传讲的信息，真正是亲如活水江河。来留了阮每一个人的心，伊所讲的，互阮的心甲灵能得到帮助，互阮较紧明白真理。愿主啊帮助阮所有服侍的团队，拢伫主的看顾内面，得到保守，得到看顾，得到看顾。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阮完全交托，圣神同在伫阮每一个教会角落，每一个服侍同工的心内，完全互主看顾。阮的主吉尔拢伫主你的保守内面，阮老师。因有聪明的智慧来教导你的幽魂，愿将今仔日的敬拜仰望你的手，愿的祈祷感恩，拢是奉靠主耶稣你的名来求，阿门。请咱举起咱的正手，做伙来宣告，为着咱的教会，为咱家己来宣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宣告，主耶稣的保护也看伫阮富强教会，甲所有会友、亲人、产业顶面，伫登革热流行感冒的环境中。找歹天灾，四围保护阮、看顾阮，互阮免得受灾害。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宣告，真理的圣神引带阮富强教会，成做合一、彼此相听的教会，互阮看见家己的破欠，无让阮撒旦伫阮的教会有任何攻击甲破坏的机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宣告，将属天的喜乐、平安、健康、享受、欢喜富强教会兄弟姊妹，帮助阮热爱敬拜，较无真理，热心为主传福音，成做你欢喜荣耀的器皿。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咱做伙起立，主听我祈祷，主听我祈祷，主听我祈祷。愿主成就咱的祈祷，咱每一个祈祷，
咱的主，伊拢甲咱收起来，伊要成就，伊要看顾咱，咱的祈祷内面，真做咱的快乐甲帮赞。困求的声，咱做来学乐，敬拜咱的主，伊是咱的上帝，咱的王，咱做为拍扑啊来学乐。我的上帝，我的王。愿愿学乐你名里，我的上帝，我的王，我来尊崇你。我要愿愿学乐你名里，我的上帝，我的上帝，我的王，我来尊崇你。我要愿愿学乐你名里，我的上帝。你是大，耶和华你是大，你受大恶乐，你的大无法解脱。对千代到千代，恶乐的大作为，保佑你大观念，你到万世代。我的上帝，我的王，我的上帝，我的王，我来尊重你。我要愿愿学乐你名里，我的上帝，我的王，我来尊崇你。我要愿愿学乐你名里，耶和华，耶和华你是大，你受大恶乐，你的大无法解脱，第一代到彼代。大作为，高用你大观念，你到万世代。我的上帝，我的上帝，我的王，我来尊重你。我要愿愿学乐你名里。我的上帝，我的王，我来尊重你。我要愿愿学乐你名。耶和华是大。耶和华你是大，就受大恶乐，你的大无法解脱。你一代到彼代，恶乐你大作为，保佑你大观念，你到万世代。我的上帝，我的上帝，我的王，我来尊重你。我的愿愿学乐你名里，我的上帝，我的王，我来尊重你。我要愿愿学乐你名里，我要愿愿学乐你名里，我要愿愿学乐你名里。今天要学乐，归有咱的主。是个我的救赎，你是我的一切。
求的规定，你是我的一切。你亲像归档的宝贝，我着爱做你来憔悴。你是我的一切。担当我罪过甲力量，你是个我的救赎，你是我的一切。当我搬到你扶持我，当我水大你充满我，你是我的一切。耶稣先有的看的大乐，耶稣先有的看的大乐，看的大乐，看的大乐。一摆甲荣耀归予咱的上帝，听咱的上帝。三甲来吟新圣诗258首。感谢上帝，听叹人民到万岁，圣家降世，是你圣会，圣家精神救民罪，上帝有地，这大无比，耶稣为人来受死。咱也可以就让明呀，到为阮当为看呀。上帝心为披满天的，万本人人是一家。我已经你耶稣行为，隔壁上帝撒教会，上帝行为无论哪里，我可以到主的求，我的面前无分彼此，彼此无基础。我不住两地定心所，当官当是受感动，今求天地的你世界，因察尽人的心灰，心心密不无照顾，真难过，但了天路，你做他无他与来行，他为阮同你地下。哈利路亚！感谢创造宇宙万美的主宰，阮的上帝，阮的救主，阮献上满满的感恩甲懊恼，因为阮是你所创造，阮领受你赏赐伫世间一切好美，互阮人类通伫你恩典的下面享受每一日，你供应逐项，这是阮做你的百姓上大恩典甲感恩的事。主啊，阮伫你的圣日，阮有福分来到你面前，同心齐声敬拜。我们献上感谢，因你设立圣会伫这个所在，互阮通组织。若是仰望你的恩典、你的疼，甲你的威严，阮也要学习你的教示，兄弟姊妹同心合意，做伙生活，做伙见证你的疼。主啊，愿今仔日的敬拜，对头到尾圣神的同在，互阮领受着圣神的同在，领受着阮较无真理的开启，互阮
会敬拜满满，将荣光归于上帝。伫你的面前，阮大家人自责，毋是偶然的，是上帝恩典的呼召，互阮对头到尾拢经历着上帝你同在的祝福甲救恩。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兄弟姊妹，咱有缘徛地吼，咱要用《使徒信经》三甲告白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17女玛利亚出世，伫本流比勒多入内受苦，定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过活，上天三一全能的父，上帝大名。伊要对耶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共同的教会，圣道的上通，罪赦免，肉体归我，永远的活命。阿门。大家请坐。一时来启用，咱先开启用文26篇，诗篇111篇，我来启会众来。着称赞上主，伫正直的人自集伫大会中。上主的作为真奇妙。伊的作为充满着尊贵威严。上主行奇事，互人纪念。伊使美牛，互敬畏伊的人。伊对伊的子民显明伊的作为有大权能。伊的手的所做，信实公平，永远袂改变。伊救赎伊的子民，甲因定永远的约。敬畏上主是智慧的根本。上主应该永远受称赞。这是咱的额头祈祷。慈悲甲恩典满满的主，阮要用感谢谦卑的心来到你的殿前，感谢你用保护、救赎、甲永远来到阮这世间。你是万王之王、万主的主，赢过罪恶甲死亡。你也伫阮无共款的境遇当中。用你好的旨意，甲引带行伫平坦宽阔的路。阮伫这世间的日子，一日一日的过，也定定地享受你无穷无尽的恩典。阮对心底深深来感谢你。阮过来到你面前的时，阮也未省察阮的过失。阮将阮真侪无奈心中的罪恶感、行为上的疏忽，拢摕来放伫你面前，求主耶稣基督的救赎，来抹消阮内心因为失措所引起的怀疑甲惊吓，互阮会当坦然面对你，向你来交托。目前以色列正面对着战乱的时期，阮也为着以巴战争献上祈祷，求主看顾患难中的妇女、儿童甲着难民，希望以巴抗落着仇恨，停止了战乱，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耶稣的保护掠克。圣神甲遭受战争、受迫害的损失的人同在。主的大能终结着这个战争的损失、恐怖的迫害，两边拢早日来和平相处、平安无事。阮也为着台湾这块土地人民来祈祷，为台湾求上帝怜悯，保守台湾行过战争的威胁，以及着天灾疫情的侵袭。台湾伫一遍搁一遍的患难中，靠主的恩典拢行过去，也伫政治、经济甲教育的层面，圣神将逐款的丰富赐予阮台湾这块土地地面上的百姓。圣神了阮大大的恩典，就是平安的日子。感谢主，阮伫世间的日，也只不过是一暂时生活伫遮而已。阮也无办法对物质上受造的物来得到帮助，唯独在我靠主耶稣基督，才会得到真正的平安甲喜乐。恳求圣神来到阮的中间，也互阮对你的话语来得到心灵上甲信仰上的满足。求圣神甲阮三合一的，带阮每一人的家庭。阮的社会甲阮的教会，愿出世做万王之王、万主的主的耶稣基督，激励阮，也互阮伫你出世伫世间的日，时时刻刻体验到光的温暖，甲着拯救的喜乐。阮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享受上帝的话，咱来看两位的圣经。第一位的圣经是记载伫士师记第6章12节到16节。第二位的圣经是记载伫以弗所书第3章第7节到第8节。我这是我来读。上主的使者对基甸显现，对伊讲：强猛的勇士，上主甲恁同在。基甸对伊讲：先生，上主若甲阮同在，是安怎？阮会遐尼凄惨？阮的祖先所甲阮讲，上主带阮出埃及，迄个基士伫倒位？但上主已经放杀阮，将阮交予米甸人。上主对基甸讲：你着用你的气力去解救以色列人，脱离着米甸人的手。我现在就差派你去。基甸应伊讲：主啊，我哪有法度解救以色列？阮的宗族是玛拿西귀族当中上卑微的，我也是阮兜上细。上主对伊讲：我要甲你同在，你要打败米甸人，亲像拍一个人。第二位圣经是以弗所书第3章第7节到第8节。由于对上帝特别的恩赐，通过着伊大能力的运行，我正做福音的采用。我伫上帝所有的子民中是第一世美世，伊竟然使我恩典通过着基督，算袂了丰富，甲福音传互我别人。以上，愿上帝祝福听伊话、行伊话的人。那现时，咱请圣教队来献诗。因所献的诗是点睛就知我是上帝。
感谢圣歌队为咱唱出这么水的歌声。他讲到，咱这今日牧师所讲的题目是上帝奇妙的选调，上帝奇妙的选调。兄弟姊妹，大家早平安。感谢主，互咱各伫主的圣日，大家做伙伫遮组织来敬拜主，将你心灵对上帝渴慕，用你的行动，用你的诗歌，用你的祈祷来表达。咱即时要三角来分享主的话，咱由愿大声来祈祷，来陪伴心。主愿上帝感谢你无限的恩典，赏赐即个时刻，互阮要用恬静的心、恭敬来领受你圣经的话语。主啊，你用极其的疼，要对阮每一个人来讲话。主，圣经的话，阮分享的话，若是圣神稳准，你是要用无共款的方式来启示阮，来感动阮。愿你的话真侪阮的准情，真侪阮的快乐，真侪阮的愿望，真侪阮的呼召。感谢基督，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兄弟姊妹，咱过2礼拜就要来改选中集。咱的教会服侍当中，事实毋是只干那限制长老甲执事。咱顶2礼拜已经有讲起，咱教会若是认真甲算那甲算，就是讲你拢有咧参加服侍逐项的岗位，咱教会至少有2/3的人咧服侍，2/3服侍。总是咱长老教会，因为用中集会、小会，成做咱一个教会组织的核心。所以咱用中集受选，成做咱一个服侍主的一个模范。所以这2礼拜，牧师就是用这个经文，搁一遍要甲这个受选的中集3角面的上司，嘛是甲咱每一个欢喜受呼召，要参与伫服侍主的行列的兄弟同款，大家互相来3学习3勉励。今日咱要分享的经节，一个主题叫做上帝奇妙的选调。奇妙的意思就是讲，伫人来看，安尼平素无味，但是当上帝敬落的时阵，咱发现讲伊的奥妙，从伊的选调是遐尼奇妙安尼。咱要通过士师记这段经文来看基甸来受呼召，基甸来受呼召。上帝选调基甸，士师记第6章的所在，咱知影以色列百姓进入到迦南地，摩西个约书亚拢已经离开，因就无一个真明显的领袖。抑个当因进入到迦南地，咱看见约书亚的后壁段所记载，因为当地已经有迦南人，这个所在已经有百姓伫遐，大家做伙生活起去，难免产生这个温怨。因就遭受到真多的攻击。圣经有记载讲，基甸的时代，因面对着当地的对敌，就是米甸人，一个是基甸，一个是米甸。这段经文，互咱有一个真重要的学习，就是上帝选调基甸啦。咱兄弟，你若有闲，会当好好甲这个基甸的故事，对于受调到伊后来做士师，咱会当好好来甲伊读、甲研究。咱今日引用的这段是基甸受呼召迄个场景就对啦但是上帝派天使来甲基甸显现。咱知影讲迄个故事的背景，咱也注意现圣经基甸因迄个时阵，米甸人已经在攻击伫迄个所在，才以色列百姓真惊，因为米甸人真歹，真勇。所以圣经记载讲，基甸无胆，讲米伫一个山洞内底，米伫一个窟的内底咧拍米，都要食3顿无米粉通好食，
佫惊讲伫外口广场咧拍马，会互缅甸人来抢啊！所以就秘伫迄个山洞窟的内底，安尼表示缅甸嘛是甲一般的百姓来讲，就是一个普通人，因足惊缅甸人来攻击。但是竟然上帝找天使甲基甸显现，甲伊讲一句讲：勇敢的壮士上主甲你同在。哇！即个听到壮士即个基甸听到伊个，甲安尼鸡母皮拢起起来，伊讲我著秘伫遮，你讲我是勇士安尼白话字的圣经安尼讲，上主的使者对基甸显现，对伊讲：强猛的这勇士，上主甲你伫地。这是上帝宣告。甲基甸当时的表现，甲伊的身份看起来，甲像有点仔无共款到底是勇士，还是软正的人？介在迄句话，上主甲你同在。这同在会实现无？就是看基甸的表现啊。第二，基甸的表现大声是有哪真软正？伊惊吓，第13节有表达出伊的惊吓，基甸就是埋怨上帝，讲你讲甲阮同在也无影，你讲甲我同在，阮就是拄着遐艰苦啊，阮捌秘伫遮，遭遇不幸，佫甲即个天使埋怨讲你毋是讲阮的祖先恁安怎甲保护，经过出埃及，经过旷野行足侪神迹奇事，我哪会拢无看到因搁咧埋怨表示讲伊是一个真性情的人啦。无拄着天使惊甲，哪会阁加讲这？就表示讲伊心内有那足郁卒，真苦痛艰苦连要食一顿饭都袂食一安尼埋怨讲神迹无出现安尼就对。这是伫即个13节所记载。伊阁甲上帝埋怨讲，上主放杀阮啦，甲阮交互缅甸人的手。哇！上帝放杀。因为咱若对圣经的记载，是安事实一摆搁一摆出现呢，就是因为以色列百姓无照上帝的话嘛，无遵守主的教示嘛，所以呢，上帝讲就甲因交伫缅甸人的手，表示这上帝允准的以色列人你无乖，你无尊叹，你无敬畏上帝，你搁去拜偶像，违背对路。遐尼7位缅甸人是甚物人呢？顶礼拜发生的以亚冲突啦，咱大家看起来这个故事伫主前1000多年前就发生啊呢。因为有人咧研究讲，这缅甸人就是事实，就是今仔日巴勒斯坦人的祖先啦。所以你看，元首2-3千冬未煞，迄实是有哪？有时我咧想讲这个世界历史像因这个世仇，就是讲世界元首安尼遐侪清冬要伫咧迄嘛是真奇怪的事啦。我想讲，这有上帝的意思。你毋知影？伫这历史迄两个民族冤家元首迄毋是干那以色列人甲巴勒斯坦人尔。但最后有一个结局，安怎呢？就这国甲迄国灭去拢无人讲。坐正去就全都无人去拢即个阮个咱注意看中国的历史咱无定咧看什么，迄个五胡乱华有无西凉啦北平的啦、东平的啦、西南的啦，遐百姓真拢无去若因了伫咧，就像今仔日安尼巴勒斯坦人甲以色列人战袂煞两个民族拢讲，即个地是阮的圣地你要拜耶和华，阮要拜阿拉。恁有圣殿阮嘛有清真寺到顶礼拜还咧战，佫战愈厉害，武器愈发达啦。我是感觉讲，上帝就是调讲这两个民族拢袂消灭，要看看恁有一天会当和平无啦？无你看。南美洲有足侪民族，当时欧洲的遐个殖民地有无？西班牙、葡萄牙遐个人去真侪民族拢消失去美国嘛是共款，印第安人较早是美国的主人呢，你都
英国人、法国人一个去，印第安人就消失去啊。毋过奇怪，以色列人足勇足歹，但是巴勒斯坦人嘛毋惊，佫生愈济。这我想上帝有特别的意思啦，互世间人知影讲吼，人强欺弱、歹对歹吼，无一定会成功。若无有遵照上帝的教示吼，你就世界冤家去，一代一代冤的就对啦。这是咱题外话，看见讲基甸因当时拄着的状况，你若甲想，甲今仔日拄着要差不多啦。若毋是你拍我，就是我拍你安尼。基甸呢有即个软弱的回应，软弱的回应。伊软弱回应啦，主啊，我要怎样解救以色列的百姓呢？我属于玛拿西族上弱的种族，我是阮家内上无重要的。上帝一直甲讲，上帝使者讲，你爱做勇士啦，你要救以色列人啦。毋过即个基甸都遐尼软弱啊，伊都无法度吼。白话字圣经讲，主啊，我哪有法度解救以色列啦？我的种族是玛拿西支派中间上卑微的，我是阮兜上细的，有影？伊都安尼讲，也毋是无理啦吼。兄弟姊妹，即款的回应，咱看见后来基甸安那回应上帝吼，后壁佫有故事哦，你有闲去佫甲看落去。但是咱只敢看到即段经文所讲的，就是上帝悠然呼召基甸。咱兄弟姊妹伫较有一个感觉讲，某咪兄、某咪姐，你来做这好无？讲毋通啦，我袂晓的啦，我讲话袂顺啦，我徛去台顶皮皮抓啦，要做这我袂晓的啦。上帝讲互你对，就是你，就是你。你要亲像基甸安尼无安尼尔，差伫遮基甸嘛是讲我上弱的啊，阮兜上细的啊，但上帝有缘，因为这上气力在你主啦。是你要认主的气力，还是要认你家己的气力，都差伫遮尔。所以上帝应允讲，你要尽你上大的气力解救以色列百姓脱离米甸人，我要亲自差派你去14节。我一定甲你同在，你要拍米甸人，亲像拍一人共款。白话字咱读会较顺。上主对基甸讲：你着用你的气力去解救以色列人脱离米甸人的手。我现在就差派你去。我现在就差派你去。一个已经伫主的面前讲我都这也袂，迄也袂，我上足的，也无世面，也无资源也无人脉。讲上帝讲，我要找你去。上主对伊讲：我要甲你同在。这句是关键。有主的同在，你要拍米甸人，亲像拍一个人同款。这是咱用基甸的故事，要互咱在座兄弟姊妹来分享啦你常常当你有一个任务到的时阵，你拢会想讲，这个到底我会堪接无？我有法度无？我有经验无？我有能力无？我准备好未？安尼。但是咱拢无想讲。若有主同在毋免惊啦，即句话差伫遮。所以我要勉励兄弟姊妹，咱若确实伫咧服侍中间有人招呼你，有时是透过某咪一个兄弟、某咪一个长级，也是讲用牧师甲你招，你来想讲，即个毋是即个人招我，是上帝要招我。到底我是要学米甸讲，我这也袂，迄也袂，我是软弱的，还是讲埋怨讲上帝，你若无甲阮同在，害阮安怎？还是讲？上帝讲：我要找你去，我要甲你同在。这是咱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做门徒的人，一生咧面对你服侍主的一个操练就对啦。这就是一个操练。有的人是功夫学啊足好，就无爱做；有的人是还未准备好，上帝讲你来做安尼。这是主奇妙的选调。当时间到，就是你的机会。你是不是要反应？互主所差派。咱若看圣经，其实咱是用基甸做例啦吼。事实上帝选调领袖的模式有遮尔多的特色。咱世间人看起来，改成毋是照人的想法，毋过上帝选择的方式是安尼。大先上帝用主耶稣，伊的独生囝来到世间做模范啦，做模范。
耶稣的典范是安怎？圣经老早就有言讲，伊伫耶和华面前成长，亲像剪纸的芽吼，出伫大地。讲伊无假成美容啦，这是中文的吼，就是讲伊吼无啥物好面貌通互人看啦，看起来吼外表也无通外尔啊，安尼成功就对啦，互咱看的。啊，讲嘛无啥物美貌互咱欣赏。伊咧有言，即位弥赛亚是安尼。毋是一个安尼讲，哇，玉树临风啦，吼，哇，安尼风流倜傥啦，什物飘撇啦，无啦，就是一个无假成美容。咱若台语会较顺，伊讲上主互伊的仆人，亲像新的燕步出来，亲像军队大地发出来。伊无好形状，无威仪通吸引咱，嘛无好看的外貌，互咱通羡慕。啊，耶稣就安尼啊。咱还阁有啥物通好讲？谦卑，家己软弱，家己卑微无啦。耶稣就是用即个形象出现吼。啊，第二项嘛有记载着耶稣，伊讲伊不如上帝的形象，却无坚持家己甲上帝同等，反倒转看无家己，取奴仆的形象，成做人的样式。腓立比书2章所记载，台湾话讲。伊原不如上帝的身份，却无滥用甲上帝平等的地位。伊反倒摒空家己，取奴仆的身份，出世甲人同款，用人的形体出现。安尼，咱人看起讲上帝对冤起头找掉伊的即个找用伊的百姓，已经伫耶稣的身上，已经互咱一个典范吼，就是一个模式就对啦。毋是用人所看的，吼，毋是用人所看的迄款标准，是呢，伊要显明上帝的气力、上帝的能力、上帝的应允，要互无变有，互歹变水，互弱变强，互无可能的事变成有可能。耶稣成做梦。咱若阁看其他的选调，吼，这故事咱拢真熟，我就甲带过。上帝咧选调遮个领袖，亲像选摩西啦。甲基甸要类似哦，吼，即则圣经才有讲起。出来记4章10节到12节讲，摩西对上主讲：“我的主啊，我毋是够讲话的人。你甲你的仆人讲话了吼，嘛是安尼啦。我是喙齿钝的人，安尼以为你有感觉足熟悉无？吼，摩西讲的话就是你咧讲的啦。”咱大人拢会安尼应嘛，敢毋是？啊，然后上主对伊讲：，什么人互人口才啊？什么人互人袂讲话啊？袂听见？目睛也是失明啊，兼毋是我上主。意思讲，上帝咧互人能力是主权在你主，毋是你家己认为的，吼，毋是你家己认为的，是上帝。啊，上担你着去，我要xử理什么？xử理口才，你讲你袂讲话，啊，我就互你会讲，吼，啊，你无力通领导，我就互你有力通领导，而且要教你讲你着讲的话，这是摩西受敬，啊，咱知后来伊就是甲阿伦无吼，啊，做伙去到即个埃及的王宫甲法老对战啊，一个伫旷野过洋40冬的人，上帝啥要选你？咱会看见讲，迄个鬼子啦吼，迄个鬼只实在是足特殊、足奇妙。啊，即个来人称呼讲，啊，上帝奇妙啦，要用即款的人，差不多互伊讲，安尼靠我是无可能，但只有靠上帝，无法度啊！你靠家己都，逐项拢无啊。基甸是安尼，摩西是安尼。咱搁看大卫，上帝选了大卫吼，伊找撒母耳去找大卫因。亚西这囝，哦，一个高强大汉，烟头搁人讲面红吼，安尼红高赤齿吼，啊，大家拢是人才就对啦吼。但是呢，撒母耳上卷16章7节吼，讲上主甲撒母耳讲，毋通看伊的外表，身材大汉，我敬的毋是即个哇。啊，咱人的标准啊，选美标准，上帝拢讲无及格，吼。啊，是要选这个什么？咱的无迄
迄什么大力勇士吼，啊，迄肌肉吼，安尼足大粒的迄啊。上帝讲，这都毋是我要拣的。上主得看无像人咧看，人看什么？人看外表，上主看什么？上主看内心。啊，这是上帝选调的模式。所以，若伫信仰上，伫教会传福音，伫教会的服侍，你若看到上帝安尼敬，你就知影讲啊，上帝有一个伊的线路就对啦吼。咱搁较清楚是上帝主要所选门徒啦，主要所选门徒。咱看一个例吼，马太福音4章18节到20节，讲耶稣伫加利利湖边伫行的时，看到两个兄弟，叫做彼得的西门，甲伊的小弟安德烈。吼，咱拢真熟吼，因为创啥？伫湖里伫拍网，因为因是掠鱼的。好，耶稣四过吹，四过洗来海边，看到一两个咧掠鱼的。你甲想讲，即两个甲后来做门徒有啥物关系啊？要安怎比拼？也无经过考试，也无经过迄个面谈吼，也无经过试看你到底你学历偌悬吼，你口才偌好吼，啊你的外形有偌水，啊都掠鱼的啊，啊掠鱼就是安尼闭手软的啊，裤扭起来啊，啊规个臭臭味啊，鱼仔味啊，海水味啊，兄弟姊妹。咱通看见这个事，耶稣安怎讲？伊对因讲：内底我要互恁得着人，亲像掠鱼的得着鱼。兄弟姊妹，这是耶稣选择的模式，甲上帝伫选人拢相共哦。重要关键第20节讲：因随时甲网放咧，去对耶稣。撒母耳在对亚西讲话是讲，上帝无看外表，是看人的内心。这个所在，耶稣甲因招，恁两个讨海人。我想这个讨海人吼，掠鱼人也无想讲耶稣招因要创啥吼。啊，我着要互恁得着人亲像鱼，啊，伊就对伊啊。安尼什么意思？是你有心无？愿意互主差遣无啦？啊，所以咱搁倒转来看第2段经文，保罗的见证吼。伫迄以弗所书3章第7节甲第8节，讲上帝赐了特别的恩赐，照伊的大权能运作，赐予我做这个福音的仆人。这是保罗伫以弗所书家己所做的见证。伊讲上帝赐恩赐予我，伊的大权能运作予我，我才有气力通做福音的仆人。表示伊嘛是经历到上帝的同在甲大权能。毋是我有迄个会堪职啦吼，会堪职做福音的奴仆，是因为上帝的权能。第二，保罗自认为家己所信是所有的信徒中间上微不足道的，但是上帝赐予这个特权。这句话真明显吼，因为基甸嘛讲啊，我是阮这个家族啊中间上微细的啊，吼，微不足道的啊。啊，保罗嘛是家己认为安尼呢。啊，进前咱咧读的保罗家己见证嘛是拢讲安尼，讲万人中我是最亏啊，我是第一歹的啊。啊，这拢是上帝敬人的特色，主耶稣敬人的特色。但是呢，保罗伊得到这个荣耀的职分，因为就是因为家己知影一无所有嘛，家己知影家己能力无有任何会堪的夸口之啊，所以我只有靠主。伊上帝给我这个恩典。啊，我无做，哪会使？安尼就亏欠啊！啊，所以保罗得到这个荣耀的职分，就是甲基督迄个无限丰富的福音来传给外邦人。就是人伫迄个极限完全不足的时阵，上帝听你，要呼召你，要叫你来做，然后我就欢喜幸福。吼，耶稣的学生彼得、安德烈，因就放落网来对主。基甸吼，甲天使如足久啊吼，啊，佫试讲吼，啊，这百姓，这军事啦，要啉水就爱用像咧狗爬式的，也是讲用芳水的啦，啊，试一大堆啦。但是到尾嘛是佛上幸福，
幸福要互主找见，吼，兄弟姊妹，用这的经节，圣经互主找用的主所选调的领袖，今仔日要甲咱在座所有服侍同工，要受选做中级的，也是咱伫小组内底的侍奉，伫团队侍奉团队内底的侍奉，要三甲互相勉励。今仔日上帝有缘共款，在呼召今仔日的领袖，领袖。我要用30经节三甲勉励，讲啊，上帝的呼召，伊所要找见领袖是甚物款的模式啦？吼，第一就是咱每一个人哦，我想这个毋是咧讲中进啦，是你我大家。咱现在咧推动这个幸福小组，哦，这组吼，大家安尼，哦，安尼足拼势就对啦，用尽办法要传福音吼，是每一个人拢受差遣啦，毋是干啦，因为咱就是门徒，无有一个你初信嘛是门徒，啊，信主久久啊吼，已经年纪大嘛是门徒呢。主耶稣讲，恁爱去，互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爸囝圣神的名，甲因行洗礼。伊也无讲夏牧师你爱去，吼，也是某某长老爱去。伊讲你们啦，你们是全部的人嘛。台湾话讲，所以恁着去招万民来做门徒，甲因洗礼，互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啊，这是你我大家拢受差遣的。当然用无共款的方式咧传福音啦。有的人吼足够。安尼陪伴人，啊，就因带讲来哦，缀我来教会，也是讲伊有困难去甲协助，伊感受到你基督徒的香味，啊，伊就来信主。有人是家庭内底，为讲新妇啦、囝婿啦，吼，啊，是大是细啦，你用即个方式甲因带人信主，这嘛是足优秀、足好的啦。啊，咱教会想讲，一群人做伙来用幸福小组来团练，嘛是真好。啊，咱过来过来是咱即个感恩节，吼啊，圣诞节，啊，咱就招一个叫做福音大会啊嘛，迄就是一厝的100个幸福小组嘛，吼，啊，当然嘛有兄弟你足骨力，去人兜行，去人兜坐，吼，啊，去甲遮亲情50交陪，也是好朋友交陪，甲伊讲信耶稣真好，这拢是传福音的方式，但是伊讲的对象是所有的百姓，所有的兄弟姊妹，你拢有即个福分，也是讲你有即个任务。恁着去招万百姓，所以每一个人有比万心要受主呼召，我是毋是欢喜，互主差遣，啊，诚做福音的车婿去招人来洗礼，归入主的性命，就像保罗讲，我做福音的车婿同款。第二项，请会记得，无论是摩西，无论是基甸，无论是大卫，也是遮门徒。上帝的气力同在，才是咱互伊采用上大的瓦靠就对啦。啊，咱拄有讲，我家己就逐项拢无啊，讲这拢迄拢无，但是主同在，基甸要做勇士，啊，摩西要有口才，啊，大卫要做勇士去拍倒即个非利士人，所以。用即个经节，成做咱一个奉册的一个标准，即讲一个规律就对啦，就是上帝对约书亚所讲的话，讲你着刚强壮胆，毋免惊，毋免惊吓，因为你无论往倒位去，耶和华你的上帝要甲你同在。比如圣经讲，我命令你着勇敢壮胆，毋通惊，毋通论。因为你无论去倒位，上主你的上帝一定甲你同在。兄弟姊妹，咱才会受选做中级的，咱知影讲，因为是选举，啊，选举就是有人当选，有人无当选。但是你若想讲啊，我选着啊，足阳光吼，啊，我选无着足无民主，你都毋通安尼想，因为这是上帝的选择，毋是人啦。啊，所以我无选到，表示讲上帝可能要用你伫别位，因为咱大家人拢有份啦，只不过是讲有人做即个工课，有人做迄个工课，有时是即个时机你适合做长老做执事，有的是讲即个时机可能我还未上帝还无稳准，啊，所以我要来做别项。
毋是讲有选着才做，啊无选着就无爱做，吼，毋是安尼。因为拄则有讲，你着去招万百姓来受洗礼，甲因行洗，互因归入主的性命嘛。啊，所以每一个人拢有福分，只是讲你无共款的位咧服侍主。啊，咱每一个兄弟，包括这受选的中职，请你学习以赛亚这句话。以赛亚第6章第8节讲：我听见主的声音讲，我会当找见啥人呢？什么人会当为着阮去呢？我讲，我伫遮，请找见我。白话这圣经安尼，当以赛亚看见天使临到，啊，伊伫迄个所在，伊嘛是足谦卑，讲啊，我实在是足有话拉山嘛，我伫即个是伫有话拉山的，啊，是足毋敢见主的。但是当主找见讲你爱去的时阵，伊就安尼讲了后，我听见主的声讲，我通找啥人？啥人要为着阮去？我就讲，我伫遮，请找我。我伫遮，请找我。各位兄弟姊妹，有人咧讲教会到底是偌侪人才是复兴啦吼？啊，到底这间教会，互人称作讲是一个复兴的教会，是咧上帝同在的教会。那牧师的标准甲理解是讲，这间的教会有偌侪人欢喜讲。主啊，我伫遮，请找我。这间就是复兴的教会。啊，若无有可能，这间教会哦，闹热啊哦，下客哦，啊，大家伫咧所在欢欢喜喜，快乐啉食，快乐做伙。但是无人讲主啊，伫遮找我。迄只不过是外表的闹热啊，定啦。我期待咱兄弟姊妹，咱福阳教会经过这3冬的疫情吼，感谢主啦吼，咱无拍落去啦，慢慢吼。慢慢顶礼拜，咱看见人数慢慢搁咧提高。我真期待讲，安尼久存过即冬，咱当经过遐疫情的打击，咱能够恢复起来。啊，真正，像今仔日咱所学习的上帝奇妙的选调，这经文有多一句话感动着你，你就是讲主啊，我伫遮，请找我。咱毋茫讲，搁剩2冬的时间，咱要迎接50周年。嘛，咱福阳教会兄弟，无一人讲迄甲我无关系啦吼，迄是恁咧做，互恁做就好。是讲我有主同在，我要做大能的勇士。伫传福音，伫服侍主的工，伫教会大大小小、关关家家、起起落落，逐项我若有开力，我拢要欢喜。这间教会就是上帝所祝福的教会。这教会是上帝同在的教会，因为若无上帝同在，你就袂当做勇士，敢毋是？啊，逐个人欢喜做勇士，都拢伫遮。感谢主，我相信咱福阳教会，的确有济遐尼即位拢欢喜顺服、欢喜尊叹，亲像圣经以赛亚听见讲，我通找什么人？啥人为着阮去？我就讲。我伫遮，请找我。咱为着这会要受选做中职的同工来提倒。小等下，伫咧报告的时阵吼，我要请第2批啦吼。咱顶礼拜有介绍，其中会当出色的长老接受候选人。小等下阁有第2批，伫咱奉献了后要报告，议员到头前吼，互咱来熟悉你。毋是讲熟悉你。毋是要品头论足啦，是讲要为你祈祷安尼吼。咱要来吟首圣诗来做公道。这首圣诗是真有气力的诗啦吼。646首，耶稣召我来行天路。咱坐咧吟，一面来了解经文对咱的提醒。我伫遮，请找我。咱来吟这首诗歌。那有卖句的人也起来斗唱啊吼。耶稣召我来行天路，带我向前日日进步。路人无论路多高，你了所天地我的救主耶稣基督。
全能成就，时刻保护，我爱真心做你好声，你大是阮亲像无论拄着烦恼艰苦，是伫行泥塔路途，无论海面是山顶，都是单位自然保护。我的救主耶稣基督，全能成就，时刻保护。我爱真心做你学生，你大是阮亲像。第三节咱较紧小看来，我若春秋天主耶稣，我听天路主要祝福，世间好拢无定着，主存成就看我保护，我的救主耶稣基督，全能成就，时刻保护。我爱真心做你学生，你大是阮亲像。第四节，求救主常常照顾，相思相惜，互相帮助，到尾卡呀，时时关心，真一世人的祝福。我的救主耶稣基督，全能成就，时刻保护。我爱真心做你学生，你大是阮亲像。今日七月，像首诗歌副歌所讲的，我爱真心做你学生，你大是阮亲像保护。今日七月，咱对拄则所读的圣经，牧师所分享的话语，愿主感动咱，大家人欢喜，亲像以赛亚所讲的：主啊，我伫遮，愿你找我。所以咱伫主的面前，甲主讲：主，你用什么款的方式呼召我，我唔知，但是我知影这是你奇妙的选择，奇妙的呼召，互我伫大大小小，甚至一项微细的事，互我欢喜尽忠，做你大能的勇士。因为你要甲我同在，咱大家人有这款的信心来回应主，咱要做伙来起造教会，做伙宣扬福音。第二，咱为着咱拢总有这个5位的长老候选人，11位的执事候选人祈祷，因拢是上帝所下伊美好、下主心意的工人。虽然无大家人拢受选就任，总是因拢是主所差派的工人，门徒要互主所采用。咱为着因来祈祷，互因备办心，咱来求主，互咱照信心所选择的是下主所使用的。第三，咱为着咱的教会所咧推展这个幸福小组，过来咱要推展这个福音大会，求主备办这个 best 这个模道友，因心拍开欢喜接受主。咱为着这个事第一部分，咱为着这个事同心来祈祷。主，我的上帝，感谢你，恩待甲保守，诚心做工。主啊，我欢喜，互主垂听讲，主啊，我伫遮，请找我。
毋是阮有啥物的才调甲能力，有啥物人脉甲资源，有啥物阮家己的运势，是上帝你讲你甲阮同在，阮就要诚做勇士。爸上帝啊，阮求你保守阮这长老、执事、候选人，因备办好要互主所采用。虽然无逐个人拢受选就任，总是因拢是主所差派，因欢喜伫家己岗位服侍上帝，做主你的采用。主，阮求你保守阮所推动的这个幸福小组，求上帝互阮所做的工拢大大兴旺。每一个小组的副长、同工尽力传福音，助力，或者百姓的欢喜感动，就诚做主力的百姓，甲阮做伙有份。感谢主。迄个姊妹第二部分，咱为着这个事来代祷，咱听见伫中东以色列甲巴勒斯坦的哈马斯在大战争。受苦的是这百姓，这冤仇用着武力要解决，永远解决不了。求上帝怜悯，互两国得到国际的调停，会当紧紧平静落来。这无辜的百姓死实会当减少。上帝怜悯，享受和平伫中东巴勒斯坦这个所在。第二，咱为着咱的教会在病痛中的兄弟来代祷，求主怜悯医治临到伫因的中间，特别伫这个天气开始咧变化无论是这个新冠疫情个登革热疫情，个有这个流行感冒的病人，求主怜悯，互咱大家拢平安来度过。第三，咱为着伫咱兄弟中间有受到这个癌症这无好细胞攻击的兄弟，求上帝将一切无好的细胞刷开，互因得到好的医疗，重新恢复健康。也为着你的亲人朋友、你的家庭，领受到5项的祝福、5重的祝福，来为着因祈祷。咱为着这事，同心开声来祈祷。主啊，上帝，求你怜悯甲保守，阮看见这个中东所发生中严重的冲突战争，侪的百姓、平民细囝来死失。主啊，阮实在是唔甘，互这个所在变作是一个战场。求你怜悯，互两个国家紧紧找到好的方法，来找到和平的这个机会，也互世界各国大家人无伫遐互相攻击，会让彼此和平来落幕。阮求你保守教会中间阮伫这个疫情还阁无止线的中间，无论是登革热，无论是这个流行感冒、新冠疫情，求你保守阮大家有好的防备，会让平安。为着这个肉体欠安的兄弟，特别癌细胞冲击的兄弟，求你施落你医治临到因，感谢你。俾阮的上帝，阮伫这个公道的中间，恭敬将阮祈祷、求讨的事摆在你的面前。主啊，毋是阮有甚物款的资格，是你上帝你怜悯阮。上帝，你听阮卑微恳求的声，使阮将教会每一个服侍者交托你，将阮教会福音事工交托你。我也将中东的和平交托主，也将每一个肉体欠安的兄弟交托上帝。求你赐落平安甲医治，也伫这个天气开始变化，进入秋冬的季节，互阮能平安度过这个疫情的干扰，互阮过着一个平安快乐的这个冬季的季节。愿你守住信心、听堂、稳定、喜乐，伫阮所有兄弟姊妹身上。感恩祈祷，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这是咱来奉献。
会众请起立来唱奉献的诗歌。会众请坐。这时我来报告，在报告之前，咱来看本月金句。咱看台语的部分，咱做伙来读。就上帝平安搬过一切人所想会到的，要伫基督耶稣保守恁的心、恁的念头。腓立比书4章第7节。这是报告，咱掀开周报的第2页。下周的事奉当中，咱师会安请医师员会长，咱来看本周逐项的聚会甲小组出席，甲聚会的信息，咱家己规划。咱掀开第4页，集体交通。本会消息，本会定伫主日的10月22日要举行上年的主日甲中央敬老会。咱会中要赠送着70岁以上的兄姐，有涉及伫咱教会以上的长辈来敬老金甲来表达咱的敬意。咱有伫周报也有公告的名单，咱大家规划。下周的上年的事奉，咱看这服侍的项目，甲服侍的名单。第2项小会公告。本会定伫10月29主日召开临时会会员好会，咱举行着明年度的中级轮休改选。咱小会有推荐着新查着公告的中级候选人下骹名单。按公告着会员的名单，咱家己。若无写着你的名的时阵，咱会当甲咱干事来联络报告。也第3点，本会定伫下主日的12月22日召开着定期小会，请小会员准时准备参加。第4点，代表团荣耀丰收敬食祈祷的邀请。咱伫11月初1开始，到11月21，拢总有3礼拜，咱会当选择1礼拜中的1个，也是1个以上的时段来敬食祈祷。第5点，本会第6期的幸福小组也进入到第2个时程，咱为因来代祷。第6点，本会下主日的圣餐甲洗礼式定伫12月17主日来举行。第7点，本会第4季的重要的事工，咱请代祷有备来参与。以上，咱请牧师来补充过。兄弟，我来补充吼，咱第先搁提醒吼，咱今日第2次要介绍长老甲执事候选人吼，咱先甲咱提醒小等下，若牧师咧报告中，咱尽量坐来头前。需要到时你徛伫牧师头前，因为咱楼顶看较会着。咱来要请
咱的影音同工吼，到时咧翕伊的影像伫咱的投影片内底吼。顶礼拜有介绍过，咱就无搁介绍。今仔日吼，咱搁有2位长老候选人甲5位执事候选人来准备心吼。牧师先来做补充报告，恁尽量刷来头前来坐吼。大先咱先来介绍新朋友吼，咱来欢迎朱继兰姊妹甲伊的查某囝黄丽文坐伫头前是无？徛起来，阮甲你欢迎哦吼！来徛起来，欢迎好，感谢欢迎你来参加聚会吼。因是樱花姐妹鼓励吼，甲因欢迎来吼。好，请坐，请坐哈。朱继兰姊妹甲黄丽文姊妹吼。好，咱遮个要介绍的同工尽量刷来头前哦吼。我来做其他的补充报告啦吼。第一，就是讲，咱后礼拜是上年的即个服侍吼。因为因有的兄弟第2场爱参加其他服侍，所以即马才会礼拜服侍敢若献诗啦，定吼。上年敢若献诗啦，剩的可能就交互咱一般的同工来服才会中级来服侍吼。咱要邀请咱兄弟吼，咱的名单吼，敬老名单搁放伫迄个楼骹1楼的公布栏，请你吼去看一下，看有漏交无吼。咱原则上就是2个标准，第一就是满70岁足会；第二你是本会会籍；第三你有固定，你虽然职务伫遮，但是固定参加主日礼拜。因咱教会有的兄弟，伊会来参加无共款的小组团体，但是无参加主日礼拜，咱原则上就暂时无放伫内底哦吼。咱有即个部分，咱请大家谅解就对啦吼。但是后礼拜若假使有出席的70岁以上，虽然咱无迄个伫咱名单内，但是咱有来送一个小礼物啦，表示讲大家人拢做伙欢喜，家己敬老就对吼。咱请名单大家注意看一下吼。第二，咱后礼拜要开小会哦吼，请小会员准备心，若有资料要报告，请来参与吼。搁来一项足重要吼，咱最近咧推动协福小组推动迄个即个福音地会吼，咱毋想讲我办的就老热就好啊，毋是，咱是一个属灵的征战。所以咱要照甲旧年共款，咱对11月初1开始，要搁来推动一个尼希米21的一个祈祷会，就是讲初1到21，拢总21真吼，要招咱有哪来参加，亲像咱秀兰州搁偌济进前的50天的即个祈祷共款，你来签名伫楼骹，有。你来会当签讲，我拜1一届，拜3一届，拜5一届，也是一礼拜至少一届。签伫迄张大张的名单内底，签讲我是拜3、拜5、拜4，反正逐日啦吼。你会当签至少一届，若会当几啊届拢搁较好吼。就是一个禁食的祈祷，经一顿来禁食。有的人是咱是要用中昼啦，毋过你若早起较方便，还是暗时较方便，拢袂要紧。就是照遐祈祷的内容来为着咱教会来守望祈祷吼。这点请大家欢喜来配合。搁来是咱后一届的洗礼式，无需要做一个简单的说明。咱原来是12月初10，因为咱后来联络这个名人开讲吼，第2个讲师伊讲哇，迄讲伊袂当，所以变做咱甲延到伫咱原来迄个洗礼日迄讲，所以咱洗礼要慢一礼拜。17吼，咱注意看这个名资料，这是正确的吼。12月17要主日来举行洗礼式，咱若有要洗礼、坚信礼囡仔洗礼，搁有即个信仰告白，赶紧来报名吼。当然包括咱遮的幸福小组要引出的兄弟，若假使已经确定伊决志咱尽量就开始资料互入来，互咱的中级人来把咱的干事人来整理，咱。伫幸福小组的部分，爱请组员私下来信仰栽培哦，因为因拢无了解嘛，你爱先家做信仰栽培。这点请咱大家配合吼。所以这个时间表是照安尼吼，12月初10名人开讲，12月17要洗礼式，等有小可修改着吼。有关这个时间了有够我补充一项吼，就是讲咱兄弟咧停车的问题啦吼，周报已经报2礼拜就是呢。咱教会要入来地下室，有一个弯道嘛吼。因为你外口曝日光光一个入来吼，
迄个坡道暗暗，啊，足侪人吼抓袂准，哇，迄车的巴肚边拢去撸着壁吼，足毋甘，迄撸落到底拢滚啊清的呢。啊，所以吼，一个办法就是你一定爱慢慢啊开，毋通讲哇，我足厉害，唰一个我怎跑落去，哇，规个车的巴肚边拢去猫去啊吼，这是第一项。第二项就是咱野地饭店啦。较早吼，较无生理的时阵，拢拜托咱去停。即马讲啊，歹势啊，阮有人客来，你毋通停。啊，拢礼拜日敲电话来咧，甲咱讲你莫停。讲奇怪啊，恁有空位阮停啊，你即马叫阮走袂使。啊，所以咱规矩讲吼，除非你家有私交啦，啊无吼，咱就无提供即个停车位吼，因为遐地下室佫真方便咧吼。啊，所以有人惯势停，啊，请咱以后就莫去停。啊，除非你私下甲因有一个默契就对吼。啊，最后一项就是讲。咱后礼拜吼，要举行即个异地祈祷的时间吼，因为咱2礼拜后要选中心嘛吼，啊，所以咱提早1礼拜来过异地祈祷的时间。咱请小会员，咱请的代祷团队，啊，咱这小组长毕万心要来为着遮大家来祝福吼，为着大家来做祝福安尼。好，啊，其他的部分就是一个提醒啦吼，咱可能毋免牧师佫特别讲，毋过咱即马登革热啊、新冠疫情啊，佫参即个。即流感吼，即马开始咧注预防针，吼啊，咱65岁以上吼，免费的，赶紧去注吼，啊，互咱保养咱一个身躯健康吼。伊最近流感足严重的，牧师2礼拜前嘛小可丢的感觉，啊，人足无爽快吼，请大家保重吼。好啊，最后重头戏来啊吼，要来介绍咱新受选的中心吼，啊，我要照即个次序啦吼，就是顶礼拜有介绍过，咱就无过。重复啊，咱来看吼，咱今仔日要介绍2位，就是李荣泰执事，来徛来头前，阮捌一个来徛来遮，李荣泰执事，来哈。啊，已经担任过2任的执事，啊，所以有资格啊来候选做长老啦吼。啊，伊是现任咱教会的执事，啊，伊负责心灵转教吼的即个队长吼，啊嘛是咱中执会的过继。中职过继，啊，伊伫社会工作的事业，就是伫 YMCA 吼，伫做服侍吼，啊，进前是咧做老人的服务啦，啊，最近是咧做，吼，较像伫教育方面的吼，咱知影台南的 YMCA 吼是全国经营了上好的啦吼，啊，伊伫即个所在咧工作，啊，所以平常时伫教会做真好的服侍，咱家鼓励拍拍一个吼，来，多谢，请坐哈。好，请请回座。来，咱即马介绍佫有一位候选人，师道长老伫遮无？张师道长，啊来伫遮来，互阮看一下。哦，遮看拢会着，较中的较翕较会着啊。有哦，翕有着无？哦，来，吼，着中咱翕会着。好，来，咱师道长老，大家有哪对伊真熟啦？因为伊本身是退任，就是讲轮休的长老，哈，轮休的长老。啊，进前有做咱真好的长老小会员，吼。啊，咱伊是咱志工团队，啊，咱伫志工团，咱每一日有会友兄弟来做志工的团队的队长，吼。啊，伊本身嘛是有带一个小组4道小组的小组长，吼。啊，伫咱教会已经真久的时间咧服侍，啊，上帝互伊啊，甲咱做伙有分伫即个无论是团队服侍，也是讲咱的即个小组的服侍，啊，包括中级的服侍，拢有参与有着啦吼。啊，伊本身是咧做私人企业的即个工作吼。啊，咱佫拍拍甲鼓励一下吼。好，多谢师道执事长老。咱即摆要介绍有5位吼，有5位的执事候选人，我照迄个号码的顺序吼。头一位介绍吕文文伫遮无？文文来头前来，啊，来文文哈。后中啊，看会着吼。啊，文文啊，佫真少年啦吼。啊，文文姊妹伊进前捌伫咱教会咧做见证，伊讲伊安怎是幼教的工作方面，上帝甲伊引带较大领。啊，所以伊本身呢有参与伫教会即个主日学的老师，哈，主日学老师啊，参与足久吼。啊，以后伫地坡啦小组咧做同工，哈，小组同工。啊，伊吼本身呢，嘛是中保大道吼。这方面的同工啦吼，啊，所以是少年辈吼，啊，真参与的兄弟，啊，伊本身就是专业是幼稚园的工作，伊现在伫
这个彭婉如基金会一个幼儿园咧做主任吼，真用心参与伫遮个小组个侍奉的同工的中间吼，是少年辈的候选人，咱甲拍拍啊！谢谢文文姐妹啊，请坐，请坐哈。过来介绍林志平弟兄，林志平弟兄哈，来头前来头前。来志平弟兄哈，咱定看到伊全家服侍啦吼，伊甲彭真姊妹夫妻吼，囡仔足细汉吼。透早就带规堆拢来哦，毋是甲因俩夫妻啦，俩三个囡仔吼，今日三个囡仔毋知伫倒位吼，无看到，看到后壁。好，来志平弟兄吼，感谢主啦吼，上帝互伊伫社会有真好的工作，是台积电的工程师吼，即几年拢伫咱教会服侍甲太太吼，虽然囡仔足细汉，但是因嘛无讲主动因服侍的脚步，有参加敬拜团的服侍吼。搁因小组内底做真好的服侍的工，嘛是少年辈优秀的同工，咱为着伊祈祷，真无闲啦吼，但是嘛是找时间来服侍上帝，为着志平兄弟，咱甲拍拍鼓励一下，嗨，多谢。搁有3位要介绍吼，咱小可较有熟悉，因为因捌做过中级吼。子坚执事伫遮无？子坚执事，来，子坚执事来头前吼，来，子坚执事吼。子坚执事伊顶日吼，捌咧分享讲，哇，伊最近家庭无闲，搁学校足无闲，看会当讲看会当后摆咱选袂？咱的长老甲伊鼓励讲吼，愈无闲服侍主，就愈有气力安尼，所以伊嘛足幸福哦，讲好，无我有哪受选安尼吼，参与受选咱的子坚执事是捌做过执事退任啦吼。伊本身轮休的执事，阁是敬拜团有咧做服侍，主要真侪项目拢伫主日学吼。当然主日学伫地下室遐有时咱看较袂着啦，但是呢，咱知影讲因拢诚诚实的服侍主，是做过执事吼。伊本身伫咱新人院吼咧服侍吼，做伫教会机构咧服侍，咱继续为着祈祷。伊最近听讲家内有亲人吼，身体较无好势，需要足侪时间甲伊照顾。咱对伊祈祷，会让真平安顺遂。咱甲伊拍拍谢谢子坚执事，谢谢。来，搁这2位咱拢真熟的同工，三林执事来，三林执事来头前来。咱看这张相片吼，哇，也一支刀搁一支剑伊的专业是咧做布偶咧，对不对？吼，你有甲有主家的款所以用这张相片咱三林执事咱真侪人捌，因为捌参加过敬拜团吼，搁三林小组的小组长拢伫拜三白天主会吼，搁有咱教会咧庆典布置吼，拢足无闲，咱的这个母亲节有无？布置遐景吼，拢伊咧调集啦吼。伊本身属实是国文老师啦吼，即卖伊教育兴趣咧做迄手工的手作的老师吼，住伫咱对面所以吼，定伊咧敲电话甲牧师讲，牧师礼拜堂倒一个电话无关啦，伊咧替我看，伊对大楼看会着咧吼。伊是圣歌队捌做过队长吼，拢是真资深真成熟的这个服侍同工，拍拍鼓励一个来，多谢吼。咱搁介绍一位是冠廷执事，来，冠廷执事来头前来。咱冠廷执事，咱大家嘛足熟吼。咱若有敬拜团，就看到伊，因为伊是敬拜团的团长，弹琴话，分萨克斯风会吼，对音响嘛足内行就对啦吼。所以伊专伫即个专门伫即个团队咧服侍。伊本来嘛想讲，我都伫遮服侍足无闲，无一定爱选中级，但是咱知影讲，中级就是教会领袖，是属灵的领袖，吼，是一个模范就对啦吼。所以咱鼓励讲，你嘛是来做中级，所以来继续来受选。伊本身是学音乐的吼，所以这方面诚专业，音响。搁乐器，搁敬拜，拢真内行吼，是咱教会足重要的同工，咱免受介绍，大家拢捌你啦吼。咱搁拍拍鼓励冠廷执事，谢谢。好，咱拢总有5名的长老候选人，有11位的执事候选人，但是吼，咱唔通安尼歹选择啦。上帝祈祷上帝讲，互你选到3位长老吼。5位要选3位吼，
啊，执事有11位要选6位，选6位。啊，顶阵的咱的长老甲我提醒，我牧师啊，咱这长老候选人有的是现任的执事呢。啊，若选做长老，伊就执事就无做啊。安尼6位敢有够安尼？啊，咱小委员讲应该是有够啦吼，因为咱今年佫加选2位出来啊，就是讲原来是4位欠4位，啊，咱已经加2位。啊，若有执事红选着长老，应该名额也有够。啊，若无够，明年再佫补安尼，因咱逐年拢有选举嘛吼。好，歹势拄介绍了，时间嘛够啊吼。好，咱为着恁祈祷哦吼，啊，你开始祈祷讲，倒几位是你心内下意的候选人吼。好，咱开始做结束。会场起立，咱来唱上营要变的诗歌，吟诗山请牧师来祝祷。我罗上帝之冠之尊，作法的主，万福原本，天顶圣山，天下万民，永远学路，白行诚信。阿门。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扶持、引带帮助，甲咱所有兄弟姊妹三甲同在，对这时到永世代无煞。阿门。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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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门，阿门，阿门。请坐，咱默祷来避讳。感谢主哈，兄弟姊妹大家互相请安。咱会记得这个中职好像是第2场，有哪要搁介绍哦吼？第2场搁有介绍，请咱大家到时搁来。